年嘅6月6日，報章刊登咗日本嘅外相町村信孝呢，話北京唔應該喺日本一參拜靖國神社，就話日本係軍國主義，同時話北京無視日本對華嘅援助。日本好自豪咁話90年代日本係對華經濟援助嘅最大嘅國家，但係佢就冇話俾人聽點解日本咁好心要援助中國。1972年中日宣布建交，中國政府表示為咗顧全中日兩國人民嘅友誼，咁就同意日本無需向戰爭所作嘅罪行同埋對中國造成嘅破壞予以賠償。日本就表示十分感激，要向中國謝罪，要為中國提供低息貸款，條件就十分苛刻，其中5%左右呢就係無償援助。咁呢個範圍呢就包括民用航空。民航嘅人呢就表示話，日本人藉口話合同規定佢有權知道嘅貸款嘅用途係點，所以就要中國民航提供應有盡有嘅資料，變相喺度搞情報。中國呢又進口咗好多日本嘅汽車同埋家用電器，助長咗日本嘅經濟蓬勃增長。喺日本避免咗80年代周期性嘅經濟衰退咧，起住好大嘅作用，亦都間接使到日元升值。咁中國呢喺還本付息嘅時候咧，就大大虧損，遠遠超過咗5%嘅無償援助以及咧低息嘅差距。中國咧仲引進咗好多日本嘅生產線，但係日本喺技術方面咧就打晒埋伏，例如電視機嘅生產線咧就唔可以生產電視機嘅顯像管，咁就要繼續咧向日本進口關鍵性嘅部件啦。咁工廠嘅人就話，咁就等於買個茶壺冇咗個蓋，合同仲要規定咧，所有生產出嚟嘅產品咧係唔准出口同埋外銷，去同日本喺國際市場競爭嘅。咁即係話中國人借錢輔助咗日本嘅工業，增加咗日本商品嘅市場，而中國人咧就負債累累。咁日本人咧仲對外宣揚話，當年武力征服中國未曾得逞，而家經濟侵略中國已經全功，日本先至係戰爭最大嘅勝利者。中國嘅經濟建設喺80年代不斷轉型。1984年呢，從農村嘅改革到以城市為重點嘅經濟改革已經開始。以往公有制嘅企業制度呢，就面臨新嘅衝擊。喺84年初，石家莊造紙廠陷入困境，冇人敢承擔由上級提出嘅承包制，指定企業呢，每一年要承擔17萬嘅利潤指標。呢個時候，銷售科嘅科長馬勝利呢，就率先打破國營企業嘅鐵飯碗喎，佢願意承包，開發出好多新嘅產品，結果呢，就令到造紙廠當年嘅利潤呢，竟然達到140萬，之後仲年年增加。承包制嘅成功呢，即時引起好大嘅回響。喺另一方面，繼續實行公有制嘅企業呢，就面臨困境啦。1986年有一個叫做石永佳嘅廠長呢，就冇馬勝利咁好彩啦，因為佢所負責嘅公有制企業呢，係第一間新中國成立以嚟呢宣布破產嘅公有制企業。喺呢一種計劃經濟底下生活咗20幾年嘅人民，佢哋都唔相信公有制嘅企業竟然會有倒閉嘅一日。咁大家呢就好難接受呢一種打破固有嘅鐵飯碗嘅新制度。但係經濟改革已經成為咗唔可以逆轉嘅大趨勢啦。進入80年代，長達30年嘅世界冷戰格局開始轉變。事實上呢，由70年代末起，中國嘅軍事政策亦開始逐步調整。鄧小平嘅策略呢，係近乎赫魯曉夫嘅3和1小嘅外交政策嘅，即係和平競爭、和平過渡、和平相處同減少援外。1985年，鄧小平認識到和平同發展嘅重要性，於是就提出咗國家採用徵兵制。咁樣，世界上規模最大嘅軍隊嘅中國呢，終於喺呢個時刻開始實施戰略性嘅轉變啦。同年6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喺軍委擴大會議上面宣布，中國會裁減解放軍100萬。面對當時處於軍備競賽嘅時期，中國單方面主動裁軍100萬嘅消息，即時轟動全世界。中國嘅軍隊本來係冇軍銜嘅，最早係喺建國初期由彭德懷提出嚟，毛澤東呢就認為冇咁嘅必要，但係見到大家都咁雀躍，咁啊唯有勉強受銜啦。
佢自己咧就唔肯接受大元帥之稱，為佢做嘅元帥服裝咧亦一直冇着過。林彪後來為咗討好毛澤東，又取消咗軍隊嘅軍銜，一直至到1988年，鄧小平咧又再恢復軍隊授銜。裁軍百萬嘅調整工作唔到2年就順利完成。全國嘅軍隊一方面減少咗大軍區同埋軍官嘅數量，另一方面呢就增加咗陸軍航空兵嘅部隊、海軍艦載機部隊同埋電子對抗部隊等嘅新兵種。中國嘅軍隊正式走向機械化同埋電子化。我哋中國喺發展經濟嘅同時呢，亦意識到要追上科技嘅發展。因為80年代初，全世界進入咗一個以科技同埋教育為主要競爭手段嘅年代，所以喺鄧小平復出之後，科教振興就成為佢首要考慮嘅工作啦。是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隨住中共中央指明咗改革嘅目標同方向，1986年嘅3月3日，中國科學院嘅4位科學家就聯名寫信俾鄧小平，提出要研究同埋追蹤世界科技嘅最新發展。由於國家初期有財政上嘅困難，所以幾位科學家呢淨係咁提出話2億嘅科研經費啫。點知喜出望外，中央呢後來批准咗100億嘅款項。隨住科研計劃嘅實施，代表咗中國已經將科學技術作為經濟社會發展嘅重要元素。就科學嘅發展領域上邊，中國喺1970年已經成功咁發射咗第一枚人造衛星東方紅1號。呢一次發射嘅成功係中國科學發展嘅一個重要嘅里程碑。隨後嘅1990年，中國更加首次承接外國商用衛星嘅發射服務。本來衛星發射市場呢一直都係由歐美壟斷嘅，而家中國打破咗呢一個國際嘅壟斷，進入咗競爭嘅行列。80年代開始，中國嘅金融經濟發展同樣出現咗重要嘅變化噃。一向被視為資本主義象徵嘅證券啦、股份制啦、金融市場、生產資料市場、勞動力市場以及技術市場等咧，亦陸續喺中國呢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試驗啦。1983年7月，深圳寶安縣就誕生咗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1990年12月，上海股票交易所宣布成立。講開中國嘅股票發展，早喺30-40年代嘅上海就已經達到鼎盛時期㗎喇。1949年之後，股票曾經俾新中國嘅政府廢止咗，到咗今日又重新出現。當年新中國剛上市嘅第一種股票就係呢一種面值5蚊嘅股票啦。股票嘅出現引起人民嘅極大興趣。1991年4月，深圳股票交易所成立之後呢，市民都爭相搶購。點知喺92年嘅8月20日，深圳就發生咗一場大股災，轟動全國。呢一場股災暴露咗當時股票市場缺乏規範嘅嚴重情況。一個封建同埋封閉嘅國家咧，係冇希望嘅。中國嘅改革開放使到經濟多元化，各方面迅速發展，喺正面嘅成就咧係應該絕對肯定嘅。但係可惜，因為官僚嘅貪污，咁就上梁不正下梁歪，好多人乾脆將鄧小平嘅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係好貓演繹成但求目的不擇手段，咁樣非法之徒不良商人呢就殺人放火偷呃拐騙。最令人哋防不勝防嘅呢就係假貨充斥市場。如果你問老百姓有冇嘢係真嘅呢，老百姓就會話有，嗰啲假貨咪真係假嘅咯。除咗假嘅係真嘅之外，冚唪唥都係假嘅。有一個窮人，佢又好老實，佢實在窮得過唔到日子啦。
咁佢就食咗啲老鼠藥自殺。你哋都知道肯定就唔死得啦，因為啲老鼠藥咧係假嘅。但係咧佢啲家人咧就嚇親死，會為佢急救咧，同時勸佢話人唔使咁悲觀嘅。咁佢死過翻生之後咧，反而咧就十分感激嗰間製假老鼠藥嘅工廠，仲自己走去多謝人哋。咁嗰啲人咧就為佢慶幸咧，就請佢食飯飲酒添。點知就將佢毒死咗，因為嗰啲酒咧係假嘅。中國有四醜：李鵬嘅眉毛、朱鎔基嘅眼睛、李瑞環嘅面、江澤民嘅頭。寫呢4句話嘅人咧，肯定係唔識上學，或者係完全唔相信上學。因為有人話呢4位領導人嘅特徵咧，正係佢哋位高權重嘅相形。特別係江澤民，佢嘅後枕咧好高啊，所以咧頭髮咧就永遠都唔貼服，乜嘢髮型都唔得。喺上學嚟講咧，就叫做伏羲過玉枕。但係唔相信嘅人咧就話江澤民能夠坐喺高位係因為佢好精。舉個例咧，當時胡耀邦仲係總書記，趙紫陽係總理，佢哋2位咧就召集省市部嘅領導人去北京開會。江澤民當時係上海嘅領導，當然係出席啦。咁喺會議期間咧，胡耀邦突然間心臟病發，大家就急於為佢解領呔啦、寬衣啦、扶佢嘅梳化，同埋急 call 醫生啦。咁正係忙亂嘅時候咧，趙紫陽就忽然間醒起，就問邊個有藥。咁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因為中國咧係習慣去旅行嘅時候咧，就帶住一小盒救急藥嘅。咁靜咗一陣咧，江澤民就話我有藥，不過我唔識得用噶，咁就遞咗俾一個部長。咁大家就忙於為胡耀邦服藥咧。事後咧，大家都話，江澤民真係好精。如果救得翻胡耀邦咧，就係佢嘅藥；救唔翻咧，唔係佢俾佢服噶。有陣時命運真係好似冥冥中有所安排。鄧小平咁辛苦，從極左轉到去右，咁樣經營法，日日操勞，但係佢自己睇唔到自己嘅成果。唔等到97回歸呢，就已經因病去世。江澤民呢，從天上邊跌落嚟嘅風光，加上6·4之後冇人願意談政治，大家都向前看，就冇人得閒去挑戰江澤民嘅權力。咁呢，佢就高枕無憂，得閒嘅時候就唱下歌，喺外交度做下 show。困難呢，就留翻俾繼李鵬之後出任總理嘅朱鎔基。果然俾佢揭發咗賴昌星走私貪污嘅大案件。可惜朱鎔基佢自己嘅親信喺銀行度任高職，相繼因為涉嫌貪污而被調查。咁佢辛苦營造嘅包青天形象呢，亦功虧一簣。喺佢政策底下，國企破產，大量工人失業同埋下崗。咁民間嘅順口溜呢，又出現咗：下崗女工不流淚，全副武裝上夜總會，陪吃陪喝又陪睡。誰說我們沒地位？呸！那是萬惡的舊社會。社會同經濟政策嘅改變，人民嘅生活咧亦同時產生變化咯。一啲以往象徵住經濟短缺嘅布票啦、郵票、肉票同埋豆腐票，開始喺社會上消失。呢啲曾經係生活上嘅必需品嘅糧票，而家已經成為收藏家嘅珍品啦。改革開放喺市場經濟模式嘅帶動底下，物質供應就變得充裕，城市面貌亦變得現代化。呢啲成果嘅背後係得到確實嘅經濟數據支持嘅。由1984年到1988年，中國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度增長，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遞增11%。有系統嘅貨幣政策亦係促進經濟發展嘅重要因素。喺1948年發行第一版嘅人民幣，已經流通咗40年。新中國成立之後，貨幣嘅波動一直控制喺好少嘅範圍之內。1955年後嘅30幾年裏邊，人民手上面攞住嘅人民幣呢，最高嘅面額只有10蚊，一直到而家都係得100蚊嘅面額啫。全方位嘅經濟改革，令到中國喺20世紀最後嘅20年裏邊全面起飛。作為中國經濟龍頭嘅城市，上海呢，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已經被譽為東方巴黎。時至今日，上海嘅光輝最值得驕傲嘅呢，就係冇咗殖民地嘅色彩。上海嘅浦東曾經係近代中國工業嘅搖籃，佢嘅沿岸適合於建造碼頭啦、倉庫同埋工廠，特別有利於原材料嘅輸入同產品嘅輸出。
喺20-30年代，外國嘅資本家就曾經喺浦東開辦咗大量嘅工廠，但係由於交通嘅唔方便，浦東嘅發展始終落後於一江之隔嘅浦西。1990年4月，中央通過咗開發上海浦東嘅發展方案，同10幾年前創辦嘅經濟特區相比呢，浦東嘅開發意味住中國發展嘅起點要更高，步伐要更大。呢個時候民間就流傳咗兩句話：80年代睇深圳，90年代睇浦東。一直以嚟，鐵路都係聯繫住一個國家嘅經濟命脈。早於1958年，毛澤東就提出要興建京九鐵路，振興國威。直到中國進入咗改革時期，鄧小平又多次強調要搞好鐵路，最終京九鐵路得到落實。路線主要由江西嘅九江延長到香港嘅九龍，爭取喺1997香港回歸之前完成通車。1995年嘅11月，京九鐵路嘅鋪路工程終於完成。喺第二年嘅9月，正式全線通車，香港同內地咁就全面聯繫起嚟啦。除咗經濟高速度向前發展，中國嘅領導層亦同時有所改變。1989年，中共第3代中央領導層開始形成。6月23日召開嘅13屆中央委員會第4次全體會議，選出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到咗中共13屆5中全會，鄧小平亦辭去最後一個領導職務。佢今次嘅退出，象徵住中國社會主義領導幹部職務嘅終身制度已經開始蛻變。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國際嘅局勢風雲變幻，東歐國家發生歷史巨變，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經解體。喺呢個時候，西方嘅政治家估計，到咗1999年，社會主義將會喺地球上消失。仍然係社會主義嘅中國，面對呢一種國內外嚴峻嘅形勢，最新嘅中國領導人亦要迎接新一輪嘅挑戰。1997年2月19日，中國經濟嘅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接任嘅江澤民喺追悼會上面強調，中國會繼續追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嘅高速發展，領導層嘅改變，全球都觀察住中國嘅變化。1997年嘅7月，因為抵受唔住國際金融炒家嘅衝擊，泰國貨幣宣布貶值，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韓國、日本等國家都受到波及，成個亞洲經濟面臨嚴重嘅挑戰。喺全球經濟一體化底下，全世界都關注住中國嘅人民幣會唔會貶值呢？另一方面，香港嘅主權問題同時成為全球嘅另一焦點。首批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喺全世界目光注視底下，開入羅湖口岸，為香港回歸做準備。97年嘅7月1日，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正式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現在成立。香港回歸已經8年，97之前移民海外嘅香港人好多都已經回流，同埋去國內謀求發展。當時97談判就已經有人提出話，收返香港係啱嘅，但係時間上係唔係可以重新斟酌呢？如果能夠俾香港同國內嘅人民有充分啲嘅時間建立起更密切嘅關係，經濟又上咗軌道，咁樣資金外流同埋大量移民，相信可以避免嘅。而且97問題並唔係中國政府提出嚟嘅，係香港人同英國政府自行向中國政府挑戰嘅。就攞呢個澳門嚟做例子，1974年葡萄牙嘅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就宣布取消殖民地，就向中國政府提出要將澳門俾翻中國，但係中國都冇接受啊。咁所以香港問題，中國係可以自己另行定一個時間去收翻噶。不過從民族嘅感情上嚟講，當然早啲從英國人嘅手裏邊奪翻香港，當然係大快人心啦。
喺中國嘅外交史上，從任人宰割嘅屈辱到低三下氣嘅妥協，及至97談判，鄧小平斬釘截鐵咁話主權不能談，對殖民地主義者當頭棒喝，充滿民族嘅威嚴同埋自豪，的確令人拍爛手掌。97問題好似唔使再提啦，但係歷史係不斷嘅重複向前，仲有台灣問題有待協商，香港同澳門應該係好好嘅借鑑。